你当了省长，立了大功，真赐你御酒庆功。谢万岁。
有了丞相退阵霸占，真是霸占。谢万岁美君，王不元帅，朕还有此你莽冒虐待。启万岁，臣不要莽冒虐待，不要莽冒虐待，那你要什么？臣有万岁使臣一道诏书，一道诏书，要他何用？用他早些为众人，请加他小弟不得自用。众臣预料不把自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！3年前来买这7万年家，忙日我公子挂上不沙场，而且几个好以后连中连上。我迎着中天机，身为从上才马北京打反方，可恨那原来情妇旁着背，无告万岁，私通敌人遭投降，从此忙家早起远。哈女儿天茫茫奔他乡。如今是可怜之生真相依，终身不遇为母不去，3年前间才老亡。万岁呀，他朝书愿将这祈愿信。生子啊，茫茫远在家身旁。竟有这等事，那莽子元今在何方？那莽子元虽以欺臣为禁，虽3年牢狱不应顺平，故而不能采取同意。原来是此。啊，丞相，此事就办请丞相复查周旋。真是啊，王副元帅，忠正虽远，理当朝夕。将军有功，不可负伤。朕遭此你莽冒虐待，我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责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啊，这世上竟有封官而不要的，这又为什么？啊，万岁，一臣快啊！元帅臣儿，母亲啊苦，苦惜他元帅命配元奴，哪能
要，都不要，那你又要什么？臣愿将功折罪。你何才之意啊？万岁，想那莽宗多虽为豪杰，算生兵则将于为救命，故而臣愿将其之功奏他之罪。丞相，你看此理可行吗？万岁。国丈为媒，向小女许配了王普将军，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有不呢？是啊，王普元帅，万岁金殿赐婚，这乃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哎，万不亏心呐！二位大人，小的是与莽家小姐定有婚约，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哦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哦！啊，太师，你为何如此高兴啊？万岁，老身闻得那莽里君哦，就那碧月虚花冒君神。天花万造成，乃是也差异。莽里君你是太神女，怎有万岁气死婚？那莽家远远你当今，这万人之女同人，就算不是太神女，这天道。见到分明不在，不枉法分明有在，不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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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在。尔等休要争吵，这有才无才嘛？万岁！还请丞相指教。万岁。臣粉饰从前有一空门弟子，名唤曾生。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岳飞，大棒当陶僧。他父母问他：“这
为何真身得道？小王大不为忧伤，大王大可是要把涉江孩儿当时岂必要家中父母的孤处也？是此他父母就在一个是他旁边，万岁，真身之命黑死俱被举一反杀，那月与人因怕被他王当之，忙里军策不逃之，岂必要加重朝廷的孤处？这个小子事情，大王可知？忠臣死去，冤有可道。此内先辈生辰，是以虚应也。哎呀，丞相不愧不若多才，今年时过冷静，怎么也必呀？啊！那忙里去，不但道德无罪，完全道德好，道德好，还有道德好啊！是此说来，那孟丽君月月仙道，确实无才，确实无才，好，无才呀！谢我呀！马丽君有在无在不理他，我女儿放在一宿王夫家，君不喜也从不理，老万岁常见着得平的话，万岁！马丽君有在无在一名多，我与他早些死落云南家，少娃死了马丽君，有女天仙我也不去啊。这么去日有情有义，应该连忙家。这么去日应该连两家，忙家两家，忙家两家，忙家两家。二等休要闹喳喳，是今日两个女子都来家，这有趣的婚事，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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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发了。丞相啊，你这个主意可要靠着体恤生理哟。丞相啊，你这个主意可要趁着合理哟。你这个主意不关系到两大人他们女儿的终身大事。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。因此，这可关系到有生的终身大事。这个主意可是不好拿。让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。啊！君人称我是一马，这变化是我发福堂。西方话多情与多义，偏真情有模样。如今我屡败难当，又弃君台。这机灵机灵须成王太儿呀，今年能过四风云，皆因为我既往未曾居过他，上一上迎凤台儿
亲手打，曾经见可无杀，还须借助他。万岁！一臣之见，王婆永生与他孟家有婚约在先，是有孟丽君永生，你该与他成亲。那要是没有孟丽君呢？要是没有孟丽君呢？那世上该与是女小姐成亲哦。这可万万舍不得啊！哎，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不容多变。只是这孟丽君究竟在哪里呢？我看那孟丽君到底在不在啊？只有天晓得喽！万岁！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，哪怕随便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她找到。那要是他一年不见，我就找他1年10年不见，找他10年，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你，我就找他1辈子。真有情有义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依我看，孟丽君不用去找。啊，不用去找。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主义，张贴王榜，上面孟丽君潜逃之罪，命他投案是死，也随死了啊！哎，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来投案自首，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？哎，这太过寒季嘛！按期多久？寒季1月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看汉奸1年。太长太长3个月。哎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有朕作旨，限期100天。万岁！哎呀，退朝！元帅对此话怎讲？想我与孟丽君早有黑丝山盟，生则同亲，死则同用。他若不能自己归来，难道要我弃我两家小姐成亲不成？元帅不必担心，王榜一出，天下见之，那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闻？更何况他对你如此多情多女，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礼呀？唉，我是怕他只身见到举目无亲，度日是年有心事问，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？父母自愿必生，乱梦自愿必成，他不为死去。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是有消息听到龙高，元帅你等待讲言。登台
向那李丞相，哦，还是李丞相想你，究竟是你们两个恰似相像，哦，还是你就是李丞相啊！你真把我捉弄的好苦也
月佳音一笔生长，今日托定青城下，我定了残烟关上来，母亲请坐。儿郎，就医书信已经送去，丞相说即可收到。好，这就好了啊！儿郎，你说丞相就是孟丽君，可是据为吾所知，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呢。总有起色，怕也是眼神耳目。弟弟不行，no，这是孟丽君生我的此娃下。相啊！这娃相，这我那听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啊！老爷，你来看，弟弟请看。恰与相像之处。好，那稍是丞相到此，我们就凭这张娃进去审他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之人多，更何况……我说老爷呀，你与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夫人啊，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上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上，你糊涂，你莽上，你莽上！你的母亲不要吵了，收拾丞相也到，凭此分享。丞相到。呀！他过来了！来了，你这个病人，你个怕怕难道当我？
瓶中的丝袜确实是精致的很呐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呢。对呀对呀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。呀！不知丞相驾到，老夫有失远迎，失礼啊是失礼。哪里，老员中不知钟小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小儿他哟，他说病倒。哎呀，儿郎，是丞相为你快病来了。哦，是恩师来了，恩师。你可要救我的命啊！请丞相按马。下官我要到后堂为丞相设宴。老员中不用客气了。应该。钟小王，伸手过来，我来替你按马。哦，哎呦！恩师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乃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哦，只怕是关火太旺了吧？只怕是营养失调吧？此病不要紧。数日以后，迎蒙太后受戴，太后受戴以后怎么样？包括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你呀，no，此样能将心肃气，急到。哦，有生的病，岂能长夜宿阴嘛？这样下恐怕用不得了啊！用法当教时候是。恩师，少不想我生的乃是司马平啊！哦，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司忙病，司忙病。不，我的病乃是为你。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哦，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。是啊。哦，恩师请客，这是忙里今生我的丝袜下。哦，这是孟丽君的丝袜箱子。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了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。画得像
是画得像啊！嘿嘿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。哎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！啊啊，啊啊啊啊！他有一双做无一样，我有心再把心话讲。恩师啊，我菩萨啊，与马邻居，早就还是山盟定约呀。云溪啊，你当这样为是花是你小弟，可是不能不亲可惜是王房天策三月多，毕竟他头路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引进中后佳音，真乃是画饼不能充饥肠。云溪呀，好风来是同台上，青云一路送人上，离他有情人送人成眷属，你无需焦草不用花。此情是哈中命令同国丈，只怕他做了高官，把旧情忘。我为他天天看图等佳音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长，一片真心为天表，无动于衷为哪吒。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他今凄凄为我思念长，他狠深深愿我就心房，他少缕缕雨中带刺挖苦。此眼眼
瓦罗谢家园，时辰有因万不得已，你才与空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何惧万岁保娘苦？堂上真要听你才，红为难，莫是胡桃遇到苦。李军啊，要是万岁师公两家女，这好话是我去对付。马上开天地公道，你欠我有余再好多，你咋再把自己护？你不生死我生死，你咋再不负起仇？我替大你破情挂你为清澈明日金，想必他你的心事早知了。你看他柳眉淡扫是为啥？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事干。我错怪他了你也去，既然他我老有缘走天涯，平日过一心女子有志。
王神志不清，无需去作用呀，就此告辞。丞相，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，丞相，哎，哎呀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哎呀，哎呀，母亲，都是你呀！哈，我回去，离去。老爷，都是你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。见驾吾王万岁，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赐送。谢万岁！万岁！今天发热寂寞，未见孟丽君得案自首，望万岁赐婚小女与钟小王，接着完婚。对，立即成亲。哎，慢嘞，既然孟家有婚约在先，那钟小王又非孟丽君不娶，我看这个吉样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宽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此事当时何出才嘛？请听丞相指教。此事么？算是草女的在我，狂人光，看起是当平头，需要你长
岁，此乃是家忙离君。他是家忙离君。毕竟身份怎能断听真假？丞相高见，待朕问来。孙子啊，你这小女子家世何方，姓氏名谁，一一地讲来。丞相用兵啊，忙里君谁是我名为老家现在云南昆明过来见，弟弟中多忙是远，娘亲还是名是在。是因父母早许配，许配许配夫人啊，就是他，与少华心头一恨娘是内姓张家，无作为，无作为凭。是啊，何所为凭？丞相啥事有一才，海底去是可责备。那年李军放五山，少华随父背客来，我与他青梅竹马共玩耍，他为我直到上树落尘埃，左边来有八痕山，不幸可问我老公的。宋小王，这小女子可是对大是流哦。此乃移花接木，假乱真，有子有言，恰无跟我。什么有资无根？你快仔细的审查一审啊！哎，不用审，不用审。你为何不审我？进了真的不能说真的，进了假的，难道要我说他真的不成？万岁，既然周小王是有假，恐怕这其中恰是有诈。万岁，这小女子所答，事事有根，句句有凭，岂能轻易设假？稍按小女子所言，句句有根有据。那这桩婚姻真是当成亲。万岁他曾经儿是情长心得等就千金成
早就来了。啊，他在哪里？是啊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什么？这是忙里举生我的死娃相。不能叫瓦匠与你成亲哦。百岁，要是瓦送人才呢？那朕立即与你赐婚成亲，绝不行。言出是山。好，请万岁恩图所及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此题，我说钟小王啊，你的品到底好了没有呀？万岁，我的病早就好了。恐怕未必。你来看，这金帖之上分明多是男子，而莽丽君好不过女子。你恰说他亲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什梦啊！万岁，这金庭之上衣冠壮硕，却系男子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欠家国之罪，不得有女扮乱葬。你听朕讲，有位大人女扮乱葬。竟有这等事，那朕倒要一一审视了。离情。
勇猛，分明可是画中窈窕。红红一声听起来，可唱你太真巧，唱着故事唱一遍。国王不报谁来报？阿里亲，你来帮朕看看，这画中人究竟与殿上哪一位大臣容貌相像哦？容貌相像世上多，若女的不能从，一定是宋孝王心思生花火，相遇不相乱配说得对，说得对呀！真言是这女扮男装，绝无其事，绝无其事啊！呀，万岁！方才你已经分明宽察。万岁，倘若少宗大人真有女扮男装，人国犯令斩不杀。不，只要万岁杀他夫妻，万里军兵可他下朝不万他红枣。万岁，你就曾经我们夫妻团圆吧。你还要此诚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，你莽莽苍苍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是大呼降临？啊，万岁，年我言气有凭在身，可不应心，用他自处改过，悔过自新。好，看在李清门上，少判这一次。谢万岁。好，万岁呀、这事情又是花样，又是女子，究竟谁真谁假？到真叫声越变越糊涂了啊！七万岁有乱众多，忙之远，平用贵，一在府门外儿子。真巧，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，快宣！万岁有旨，宣莽之元朝年，臣领儿子。元昭宣，官复宗。名山无承莽之愿，请将父王万岁，并身谢万岁。啊，莽中东，快来见顾为你朝夕明月的李丞相。李丞相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女儿李君。
出生了吧？哎呀，弟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？是啊是啊，要不是今你女儿已是个他人了，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好像也是啊，难道你也是她是我女儿？要不你的女儿啊，孟中东，这位小女子自称是孟丽君，所说之言句句是真是假，你快快上前申报亲生啊！忙中东，李丞相。常言道，子子莫不让步，女儿的心事不自己，究竟是身作家还是家作人？心中多西瓜用毛细品啊！丞相令言外是有意，关丞相啊，永远是李君。为了这块家乡女，此生相逢年高升。难道我思女进去念红花，万日盼儿有人问君？也许他自己有隐居，孟中东，万岁他深深催我真心声，看起来今日是非成长，我生女儿还需呀三思而已。别人用家家女，我来是用啦。啊，忙中东，难道生的连才是你的女儿都生不出来了吗？他神用神相分明我亲生。要不，小弟是来领君王宫女，你可不能无论上他乡。孟中东，你快生啊！天子与君也为难的。倒不是我不识家来，不识真。万岁！此老人体质有病，耳聋眼花，实在是神不成，神不成。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去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案就叫丞相发落。真子，万岁，这女扮乱章之事，女扮乱造，诚属虚妄，谁在无言，立斩不杀啊！退朝。
你呀，你再仔细地看看，我为什么不是忙里君？我要不是忙里君，你早些与那两家小姐拜当成亲了。到那时，我看你呀，真是得了。哼！凡小子选离人相，即刻进宫空上国事。凡小子选离人相，即刻进宫空上国事。凡小子选离人相，即刻进宫空上国事。
子草木上有情，真理虚，人心当地，草心我咿咿呀呀去跳动，他簌簌淡淡往上风，我推一走路三分云，看他与用造家工，丞相啊，请问才是人长期风，正与你结心连带押韵颂。请教长理。好，清风有劲难作音啊！名有父子空造成，云把三清天有意将身作题地无心。呀！万丈深潭就与我是何下狗啊！千人峭壁，全桥子，其早为头。离情才华过车中，举剑时只求剑冲。我上内有此也内从，定是官方定国好之痛。我挥舞绿扫飞自上。亲，哎呀呀，真个玉花中来人变不差，阿里亲亲。林青来此一日桥段，你我骑马过桥啊！林青不管，得真来扶你上桥。弟臣死记长讲。好，好，请。
是为故事虚，故事离了现实去。哎，国事无妨明日料理。少时你我同往天香馆，君臣同饮一盅是何啊？万岁，卿上再说不去，这真的要生气了。万岁，来呀，有院中张灯，拜驾天香馆。李青，带我来呀！李青来呀！来，李青，请上座。不，万岁，微臣怎可与万岁同坐？是啊，这个所谓平生乃是王与娘娘所说，可惜他不配呀。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娘接你丞相。万岁，你有实小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此次告诉了。为请才高八斗，赠敬礼一杯。为请忠心可嘉，再敬一杯。李青，李青啊！深夜旁。人报你信，怪不得元帅为你看笑问，就是个爱你才貌言同心，愿与情人是上话长久。
古人今感亲近，源于亲空张乾坤，李朝珍源于亲，时时刻刻不离身。正月情啊，今年新喜天相关，自己君臣同他人争。万岁！乡里人守王家，从永世恩。上日里兵送信，报要朝廷，都是为顺从。少年得志遭人欺，杀人多，风不提升。实见朝中有怨气，蒙君生命少不分，今夜谁说天相国，无动非议必同生。一君人我理你，儿子下国没道理，为国为君为民臣，万岁！在四川的荣幸，官阶就从军里，是为臣好容易风流成立困孤军，岂关心莲花射箭欲排阵，几经余威担当神。掌握军威张讨军啊，丞相，小君臣同志者同他人，是故有之。先有光武之令，后有刘备孔明千古佳话传到世间。你为何推三托四，怕是怕那，为要挂城？万岁！莫非你真是群才红粉？万岁，你此话何意呀？万岁，你这件将与不信呀？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？君王彻夜生疑虑，下国何以无丞相？即使是我只得挂报，是官是朝廷将为令下。哎呀！丞相，真不过是句笑话，何必当真理？好，既然请不愿动他，那你我就到内上，秉着长谈到天明，这情总不该太日了吧？万岁，请。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喜万岁，娘娘驾临天相馆。
就有这等事，关上大门。哦，娘娘已经大忙。哎呀，关上门吗？哦，既然娘娘驾到，必曾更应告退。且慢，娘娘未经宣召，她不能前来。再说她就是来了，也只有娘娘娘丞相，哪有叫丞相娘她的？万岁！娘娘驾到。他果然来了！万岁！哎呀，哎呀，丞相！老弟弟的消息朝中出进门，丞相府与报纸，君臣与上林。茶钵中是风流事，枉为我朝阳宫中的臣。万岁圣安。自动到此作证。奉达万岁在此赏月，故儿得来恭陪。朕不用你陪，臣妾不管不陪，朕要你为公。臣妾不想为公。好好好，多谢娘娘深情美意，此所此所。谢寿。帝臣叩见娘娘千岁。丞相，睡不着，快回府去吧。谢娘娘千岁。且慢，朕还有国事要与丞相商量呢。哎呀，万岁，果是明日早早在你，也不是啊。哎呀，这是朝廷之事，谁要你来多管，你就回宫去。万岁，丞相不用不来报，相府特然似乎，请丞相速速回去。娘娘，这便是时候。丞相，快回府去吧。谢娘娘千岁。相夫射虎之事，不可小可。是啊，是啊。并配李丞相举荐。他果然来了，宣是李丞相觐见。臣领旨。臣李君玉恭请太后审案。平身。谢太后。老
太师安好。丞相安好，请坐。丞相一早进宫，如何要事？太后，是为人貌美就见来恭喜，本儿头康女。昔年我一病康复，小把病，丞相你妙手为臣，在观音。太后康健白云芳，愿尽绵里表诚心。今日我提前送寿礼，献一赠我亲手描绘观世音。启程你哀家最近观世音。你故宫人何来这问人天地的叶若心？是为人才疏大义，长寿经。房太后看师母，十四里身。3年来常听人话也相能，今出此言为何意？哈哈，是吧？莫非贵寿皇相夫守护之事啊？守护听说是皇相夫守君人，奉丞相府中何受亲？此乃是茫茫守护，家人不争，衣裳须记，顷刻淋漓。这衣裳须尽莫小看，幸福不成家难安。今王以为莫所与，方承恩相，且早消灭这气不冤。今日此夜，我领家关前太师来奉告，石虎是以此为人，岂可在下官心中早明了，这是相夫石虎，是王下一老太师。心肠，查是宫里有深沉，这今天瓦下动了
将军火在上，古人说蝎子手掌见识短，我岂能为小苦石太太？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收看身为。当户今日老太师，作为家，难为今人明察秋毫，明察秋毫。太后明察秋毫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后千岁，千岁。臣这里有曾经走上一道，尊称太后，请太后审顿。使臣先请高台，请便。谢太后。有年了，曾因父母梦愿，华夏北部，因此通信接受你们电影。先生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人人不顾身为女子。快你！人人不过身为女子，冲出规个头本事多，立志为亲先愿，为国争为。可不万岁，不肯就此罢手，那就把万日放到明次来，来他一个御前为甚？御前为甚？哈哈哈哈哈！万岁，万岁，给圣安啦！来呀，带亲外莽力军，带亲外莽力军上天。
万岁！抬起头来。千里情，只用一心胭脂头。八妹不美不胜收。你杀赵云挂人衣，何苦今朝见下去？阿里去。啊，花开常在花枝头，娇真是肯他许。万岁神啊神啊！万岁文啊文啊！万岁万岁！哎，哦咚！忙里去，寡人一向视你为姑姑，举你做栋梁，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。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啊！嘘，嘘，来呀，将忙里去暂且一下。骑马。请问万岁，今天可是御前为生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也不生而不问啊？这不生不问，是问是何破，又是何多呢？哦，那以丞相之见呢？好好好，你们生，你们问。不，哎呀，轻敌！下跪后生，孟丽君，以贤侍后生，孟丽君，大胆！你既是以贤是孟丽君，那丽君哟究竟是后生？孟丽君本是我真心的，那丽君哟乃是我家明君。你女扮乱章谁知是？花木兰是我知是谁？大胆！你尽管用一个私了的故事来戏弄老夫，难道你不怕谁让加谁吗？哎，国上，他既然杀得有名有姓，那就给问下去嘛。孟丽君，你杀花木兰是你的指使臣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。花木兰，女扮乱上府兵官，孟丽君要扮我来须眉房，木兰带我去从军，丽君为我远访，木兰回顾开口，丽君接我听为话，木兰
堂金把座，李军心不飞渡，为生命你路他一样是家有结归难。当人姑娘到你家，为什么莫让是女是民多？李军有家不能防卫，什么当年莫让受出血，今日李军趁去有怕。愿望家莫能打，大风早有人发难，宁愿将门进到，卷情人送与来。万岁生意因故断，因三法可结果必尽，举一反三。国堂，这桩冤案还有你的份。不然不成我所料，是老身野蛮无度，伤了帮着之道，此人粗心大意呀！万岁！还不用我下去？王立军女扮乱章，少了纲章，必须严惩。啊，万岁！孟丽君在朝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昆人忠人孝女，理应嘉奖。孟丽君无事不济，欺君惑众，理当斩首。嘉奖，斩首，嘉奖，斩首，嘉奖！他是要讲讲，他倒当斩首，天上有大人，后宫有魔后，盘中了门不义真怜惜，办清了真的夙愿何以成？遇到是只要无名与财，何在没出下金根？何不先是调情，先把他移花接毛与冤侣。众位大人，万岁！此案就由朕来公平裁审。孟丽君，你女扮男装，本应问斩。念你3年执政有功，辅助君王有德，从宽发落，革去丞相之责，变为公人。谁在王宫之内，是否万岁！是望太后终身。来呀，将孟丽君押进内宫。王不少话为报孟丽君肯决上一进家报。7万岁，孟日女为报孟丽君肯决上列见家。谁管为之在罪，停战不吵，退朝且慢。
貌似奸家。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吗？臣要命王家生死二字，从未放在心上。寡人稍许传旨下去，谁管为之在罪，停战不少。须知君无戏言啊！既是君无戏言，万岁事情早就杀了莽驴去，为我今日将他留在宫中。今日，当初是当初。万岁！来啊，将他绑了！太驾两旁退下。哎呀，莫孩儿身为九五之尊，三宫六院，天经地义呀。我可是不哭啊！李昭皇帝可以，为什么孩儿我就不可呢？别家女子诚意挑选，必与他们。别家女子岂能与那莽丽君相比？孩儿非要这个莽丽君不可。王儿啊！你身居王位，扎龙袍，举足轻松可自当。劝王儿修人心，莫为小屈身。他想一想，煞非他两家混马公，岂则国泰民安，风雨调。公既当以恩泽报，孤岂能救差教？将心比心，不成情，这特气之爽，才也受不了。王儿啊，君子传，臣子随，张贤坤，所知随心图文草，更何况在这之所以能否？天高不算高，诚心天高，上不可言非儿戏，这临别得失轻松安慰，你要心嘿巧。不要这股那股了，将上为荣，国子为他。一家一人忙里君为你女，而今日在金殿赐他完婚。哎呀，好，一起照母儿旨意办。全操传旨。是。万岁，今年赐婚，宣公主马上领。
小拜天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得同堂。谢王兄。今天的演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明晚同一时间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空中剧院2013上海行京剧《击鼓骂曹·春闺梦》。我们明天见。